大家好，我係傑特，繼續係星期六早長時間。好耐冇錄節目啦，本來咧就想講28日後人骨聖殿嘅，就睇咗，但係咧由於我冇睇上一集，結果搞一頭霧水。套戲咧有一半時間有一個光頭醫生同個肌肉大漢喺度搞 BL， 另一邊咧就係一個邪教到處殺人放火，總之就唔知啱乜，有啲後悔，應該睇咗上一集至再去睇嘅，但係咁睇都睇咗啦，我都唔打算揾翻上一集嚟睇啦，就算啦。至於優秀大都會2，話唔好睇就絕對唔係，但係左膠到爆炸，即係如果你係對於左膠嘢係好敏感嘅話咧，就真係唔好睇呢套嘢。佢麻煩係佢真係好睇，而佢用好睇方法係包裝啲好離譜嘅左膠意識，所以我費事講啦，即係再講落去嘅話咧，硬係好似咧違反咗我心願，就係話佢唔好睇，絕對唔係。但係佢嗰個意識係絕對唔我唔接受嗰個意識啦，我未至於話絕對唔接受嘅，但係我幾唔接受佢啲意識啦，所以就算啦，都係唔講啦。跟住啦，咁死啦！優秀大都會2唔講，人骨聖殿講唔落口，咁點咧？見到咧就好睇預告，即係睇啲戲院啊，去 Boy Trailer 就見到星象嗰套，即係 Chris Pratt 啊嗰套法無赦啊咩事？咁我最初就以為係好似西好 Plus 動畫咁樣，係嗰啲咩 AI 審判啊嗰類嘢。咁咪即管抱住，試下啦，當中嚟算睇睇啦。咦 ，OK 喎，套戲好睇喎。嗱，套戲劇情嘅簡單就係喺洛杉磯啦，當佢係。咁洛杉磯咧就實行咗叫 AI 審判，就係由 AI 快速審判、快速定罪、快速處決。咁就非常有成效嘅。咁有一日一個警察就Chris Pratt 就俾捉咗，就話佢殺妻。咁咧。Chris Pratt 就會喺嗰張電椅上面用 AI 俾佢嗰個最高權力啊，即係權力啊，去調查所有嘅閉路電視啊、警察嗰啲webcam 啊嗰啲，去揾出證明自己唔係兇手嘅證據。嗱，套戲咧，我覺得與其話懸疑劇，不如我覺得推理片。用一個比較常見講法就係所謂安樂椅偵探，就係個偵探坐喺張凳上面，唔使去現場嘅。然後咧就只靠第三手得翻嚟嘅資訊去推理。咁 Chris Pratt 呢個最走鬼偵探咧，就成套戲有佢一套戲100分鐘啦，佢真係好似現實時間咁樣嘅，即係話佢坐咗電子90分鐘，套戲就90分鐘，佢就喺90分鐘裏面諗盡辦法，從各種電視手機相啊、Instagram 啊、警察個胸前 cam 啊、啲 email 啊、系統記錄嗰啲去揾證據。由於成套戲咧，佢絕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利用緊呢啲所謂叫做即係21世紀高科技啊，所以咧佢好多鏡頭都係用緊所謂嘅小鏡頭，即係話係手提攝錄機啊、iPhone 嘅鏡頭啊、閉路電視咁樣。而咧佢咧因為佢唔能走得啊嘛，佢喺張電椅上面啊嘛，佢只能夠去指揮現場嘅警察啦，去盤問證人啦，都係靠呢個方法嘅。咁就幾有趣啦！套戲咧就一路去推理，中間去到咦有啲唔妥喎，跟住反轉，跟住去最後又反轉，即係佢推理係俾一個叫做足夠嘅資訊。嗱，推理劇同埋懸疑劇有啲唔同嘅。推理劇咧係要個作者係俾相對足夠嘅資訊去觀眾或者讀者去推理。懸疑劇咧係唔預你推理嘅，即係話佢純粹係緊張嘅啫，你推理嚟都無謂嘅。呢度係有推理嘅，一開頭主角入咗間話佢係殺妻，然後好啦，開始研究就係個太太喺揾太太資料上面就發現到太太個公司有啲嘢，然後好啦，跟住咧就調查佢太太，最初以為佢太太係外遇，後尾個太太疑似外遇嘅對象講話佢太太主角太太有啲煩惱嘢，就揾佢發泄下，即係商量啊，咁。佢就開始由呢個研究就係佢做工作上唔開心嘅，即係佢公事有啦。咁佢就研究，咁咧佢就將嗰個目標集中喺主角太太嘅公事嗰同伴上面，然後就喺度揾資料。咁咧就一路去揾，而咧中途咧 AI 係一路會幫佢嘅，因為 AI 個所謂工作就係我假定我判咗你有罪，你諗辦法證明你無罪，我會盡量幫你。嗱，你能夠用到嘅資源我都會俾你嘅。所以佢個主角係基本上就類似有啲似咩啊？
好多年前一套漫畫《午夜之眼》裏面啊，風行子悟空咁樣，佢可以睇到晒成個城市嘅所有嘅 webcam 啊資料嘅。咁去到最後咧，就一場當然啦，點都有啲佢你睇 trailer 都見到噶啦，有貨車撞咁樣，但係其實真係主角走出去嗰個審判室裏面咧，係得幾分鐘嘅啫，其他時間真係完全睇即係跳睇片做人嘅。所以咧，其實算係一套叫低成本製作嘅，同埋 Chris Pratt 雖然話我都識佢叫萬明星啦，但係佢唔會去到好似Chris Evans 啊、Robert Downey Jr. 嗰個級 level 嘅。咁主角使嘅錢唔多，大部分用 webcam 啊呢啲拍攝。至於貨車撞呢個所謂飛車鏡頭咧，以荷里活標準嚟講係平嘢嚟嘅。所以我即係直情俾到我感覺就係一套低成本嘅製作，但係拍得好睇。佢好巧妙地利用咗咩？主角無能為力啊！主角只能夠靠住一啲叫做第三手嘅資料去睇片，然後去做推理。所以咧，主角嗰種壓迫感就係好考主角演技啦。就係阿 Chris Pratt 要坐喺張電椅上面，佢就係咁都喺度問同 AI 做對話。仲有記住，佢 AI 係即係個 mon 啫，即係話喺個片場上面，阿 Chris Pratt 係對住空氣做戲嘅，要對住個空氣做戲，然後表現好緊張啊、刺激嘅表情，然後咧就一路配，然後咧用 CG 將嗰啲webcam 啊啲片剪落去，做出嗰個做出個效果真係好成功，好難嘅。其實你諗下，對住雖然話而家啲 CG 都係對住 CG 做戲，但係對 CG 做90分鐘戲，仲有嗰個唔係我稱之為叫做咩？我習慣認為好戲嘅 Chris Pratt。對於一個而家去做開搞笑片嘅人嚟講，即係你唔會期待 Paul 嗰啲好演技㗎啦。但係 Chris Pratt 今次轉型做一個叫走鬼差佬，演技幾好。至於女主角咧，雖然話就得一號表情啊，有咩 AI 啊嘛，但係呢個就佢叫交佬戲，好中段咁樣，主角查一查，以為個老婆出歐佬，跟住個 AI 法官就會話。等陣先，你頭先好似唔係查呢樣嘢喎，你話應該查翻之前嗰樣嘢咧，跟住阿主角先話係，我查錯嘢，即係咁，我覺得係幾妙嘅。我喺呢套戲嚟講，以一個叫做《安樂椅偵探》嚟講係好難得噶啦。嗱，講真，你話特別好睇咧，唔算，基本上整個架構都係叫做好王道性嘅推理，但係佢嗰個反轉再反轉嘅推理咧，好緊張刺激，有文有路，誤導位都做得好好，佢好巧妙地以為將呢啲誤導位啊，即係例如金田一嗰種咧，好輕拿手，即係整個好似係兇手嘅特性唔係嗰啲咧，佢都做得好。觀眾會俾佢誤導，但係觀眾會發現到就係咁真嘅，唔多似係真相喎。咁咧就一路就去揾翻，就一路研究繼續推理。當然嗱，呢套戲咧佢唔好 psychopath 咁嘅，佢冇打算去討論 AI 嗰個審判係啱定唔啱，佢就講就咩 AI 同人一樣有錯，唔能夠盡信就咁簡單嘅啫。即係佢唔係就想去講咩大道理，話咩 AI 取代人類或者 AI 智能類未來呢咁嘅嘢，唔係嘅。佢冇諗住呢個，即係始終呢套娛樂片好清楚嘅，佢就純粹就咩安樂椅偵探嘅啫。所以所以咧睇得好舒服，冇大道理。以一套娛樂片嚟講，要飛車有飛車，要緊張有刺激，要親情都有親情，合格就得㗎啦。嗱，咁下一集咧。本來咧我就想講佐賀嘅，但係結果都係冇睇到。至於末世錄修咧，似乎就評價又唔好講。老世天劫咧，結果又係冇睇到，因為我對呢類驚慄片就麻麻地好感。結果咧，次回睇咗咩？美容有罪，一套其實上咗好耐，差唔多落畫片㗎啦。好，咁今日到此為止，下一集再見，拜拜。